歌内底起来鼓起。好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阮伫你圣会内底，阮通做伙敬拜上帝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经过昨台湾大选了后，由上帝赏赐，互即场选举所带来，伫台湾社会内底，人甲人中间会拆理，以及分线，通伫你的厅内底，互阮一直搁好。主，阮相信上帝，你的话，你的气力，要成做阮中间的气力。你也是台湾的主，求上帝帮助扶持，就用你的听，互阮互相成做你的祝福。祝阮愿你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喂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期待。这是咱来吟唱伫早起时，咱所要做伙吟唱的诗歌。第一首诗歌，有可能咱中间有一寡人有熟悉，就是圣诗306首。圣诗306首是一条真简单的歌，总是。伊有一个轮唱，这条歌上特别的所在就是轮唱，所以伫咱做伙吟第一遍了后，第二遍我要邀请圣歌队来唱轮唱的部分，就是对第三谱表开始，就是二吼，顶头有一个小二的那个地方开始啊吼，来，咱做伙来吟一遍哈，咱做伙来吟一遍来。我的心里着了主，着了主眼光鲜亮，我的心里唔通袂记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。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着了主眼光鲜亮，我的心里唔通袂记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。所以会众，会众安尼唱就好啦吼，会众安尼唱就是一直唱就会使其他的部分我会拜托圣歌队来和，吼，咱这条歌要吟3遍，所以吟到尾后有可能咱免看谱甲词的拢唱会出来。这条歌也是诗篇103篇第29、第30，所以透过这首诗歌，咱要提醒咱家己，因为咱讲我的心着，所以毋是咧向上帝求我，咱是讲爱记一咯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时常袂记这学乐啦。咱时常袂记这学乐，所以咱需要提醒家己讲，我的心啊，你爱学乐上帝哦。好，第二条歌是我昨昏所敬的，所以昨下晡敬，所以我嘛无真熟。咱来献开圣诗第440首。
440，咱来听琴弹一遍好无？来，咱来听琴弹一遍好来。主现是大临在，我们心来敬拜。这条歌真特别，因为是台湾的牧师考题的牧师所写的词，然后是伊甲哈，这是菲律宾嫁做毋是嫁。带真做台湾竞赛，所以这摆拢带伫台南的新化，万艺家所写的曲，所以这条曲其实有台湾原住民的迄个曲风，台湾原住民的曲风，然后这个咱伫唱这条歌的时阵，第一节爱来改做就任礼。爱来改做就任礼吼，受子礼爱来改做就任礼，所以咱来，因为咱等下是即事要就任，所以是改做就任礼啦吼。咱来吟唱看觅啊，预备来。当心主，记住显惠，愿大美，行就任礼。有主显，心大临在，我万显，心来敬拜。咱做伙来读第2节的歌词，第2节的歌词来。愿主赏赐伊智慧，认清使命。捌真理，关心土地，听人民，高举公义，传福音。第3节，再来读来好来，心存怜悯，行公义，讲解圣经，传道理，和平温柔做善知，这是毋惊关系，做善知，做善知吼，作善知吼，作善知。好，第4节，再来读一遍吼，来，谦卑屈家来顺服，心甘情愿做奴仆，仰望世界学基督，建立地上上帝国。我真爱伊的歌词，我真爱伊的歌词，然后考题的牧师所做真有意思。愿上帝帮咱扶持。互咱伫还未看到昨大选了后，这个候选人就任进前，咱就会当见证到有人会伫上帝圣会内底来就任。就任是一项严肃的代志，总是伫圣会内底就任，搁较是一项要紧的代志，是甲上帝百姓做伙立约的时刻，所以求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会记得就任毋是这个时刻尔，就任是知影上帝呼召咱爱谦卑屈家来顺服，愿上帝帮咱扶持，甲咱做伙基地。这时，请安静心，准备来今日的敬拜，请走讲。
你所竞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的，即号人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来心满意足。三甲来吟圣诗第306首。我的心立着俄罗主。会众请起立。大家有缘起来，做伙用速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丘比勒哥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果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会众请坐。三甲来启用。启应文第44篇，我来启会众来引。恁的上帝讲，着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，因的罪责已经行清楚。有啥话讲，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。大家山谷拢要天互甜。弯弯
翻越的马解互得。上主的荣光一定显现。上主有安尼亲嘴宣布，有啥讲，你着宣布。着讲人亲像草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人拢亲像草，草会干，花会谢。报好消息，互失望的人啊，着上关山。着大声话，毋免惊。看至权的上主要带大权能来临。看伊抢转来的人，要甲伊做伙来。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。伊要带遐互羊仔囝少年的羊母，稳稳啊行。咱三甲来压头祈祷。听堂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学了你，你差遣你独生圣囝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互阮通做你的囝儿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通过昨总统甲立法委员的选举，互阮会当平和来结束。虽然有的有当选，有的落选。难免有欢喜甲失落的感觉，求主保守看顾因，重新会当徛起为人民、为国家未来的发展、幸福、安居乐业、团结做伙，会当手牵手、心连心，共同来拍拼。选举是一时，国家人民的将来才是永远。主啊，新的一年，互阮有新的眼光。新的愿望，互汤教会会当成做充满主的疼甲温暖的大家庭，互上帝国度伫地人亲像伫天人，互你的国度开阔，互阮每一个做囝儿拢当成做福音的勇士，互汤教会成做你祝福的教会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也是阮一生的倚靠。伫阮中间，也有人身躯软弱，在治疗，也有心灵不安的，求你安慰因、医治因，坚固因的信心，来行头前永生的道路。主啊，阮也要将今仔日的礼拜完全仰望你，将一切的荣光拢归乎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。读今仔日的圣经，记载伫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9节，和合本11页，现代台语本19页。我来读，上主对阿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，恁老爸的家。”去，我要指示你的地，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祝福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，祝福你的，我也要祝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也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阿伯兰照上主的吩咐就出去，罗得嘛甲伊去。阿伯兰离开赫兰的时75岁。阿伯兰带伊的某撒来，甲伊的侄仔罗得出发，佮带因赫兰所积聚的财物，得到的仆人女婢，要去迦南地。
因来到迦南地，阿必然继续行，来到示剑的摩利上丘。遐迄时迦南人住伫迄个地，上主对阿必然显现，讲：我要将即个地赏赐你的后代。伊将伫遐为着对伊显现的上主起一座祭坛。伊阁对遐刷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区大布坪，伫遐为着上主起一座坛，求叫上主的名。迄个所在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阿必然渐渐刷去南边的尼吉夫，愿主赐福听耶话阁去行的人。赞美咱请圣歌队受托主伫主里的时刻。正道请牧师，今仔主题是去正做祝福。
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相信大家知影昨昏是台湾的大选。请问，我要直接跟问另外一句，我顶礼拜伫这个讲台顶，顶礼拜伫这个讲台顶，大家提醒讲，伫咱选举进前爱安怎？请问昨昏咧投票进前有几多个人请举手，我看卖啊？好，不要紧，迄时阵无祈祷不要紧吼，后来嘛爱祈祷，进前有祈祷，安尼就好。后来嘛爱祈祷，咱爱为着台湾祈祷，求上帝特别赏赐。爱知影，虽然伫台湾即块岛屿顶头对迄个党派也是望无共款的人，总是咱拢是上帝创造美好的人，但毋是咧。所以啦，安尼就无应该分即个叫做哪个。我其实真无爱用色字吼，因为佮安尼吼，佮蓝色甲绿色，有当时看到迄个色就感觉对立的吼。其实毋是安尼，嘛无应该用即种方式来对人做标签。要紧的是咱互相相听，这才是上要紧的。所以，即是要邀请你，你附近的人，请咱到迄个上，互你烧起来迄个人的手为止，安尼好无？若毋敢握手嘛不要紧啦吼，伊讲愿你平安，第一当起身吼，上近的这个兄弟姊妹，甲伊讲愿你平安。咱来知影，大概趁咱搁会当爬起来，搁会当起身，搁会当去的时阵，都爱去哦，都爱起身，都爱去，都爱去，因为这叫做今仔的讲题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阮有时阵袂记真，阮爱起来，成做你的祝福。求上帝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呼召这个世界生出来的上帝，但伊望伫这个加入基督的创造内底，形成一个特别的群体，因为安尼，伊呼召一个人，线落去。是一个家族，上尾成做一个群体。伫历史上，因拢互人认出，因是上帝的家儿。这就成做上主救恩历史的一部分。创世纪11章记载拿阿的囝闪的后裔。记载到他拉的时，安尼写，创世纪11章2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他拉70岁生阿必兰、拿赫、哈兰。他拉后来活到205岁。咱若照古早人写留落这记录的习惯，阿必兰是这家的大汉囝。总是伊娶的某，创世纪11章30节，既然安尼记载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撒来未生育，无生囝。咱来知影，这个记录写伫家谱内底，叫做不可思议，袂通想象，因为代表这份家谱到这为止，听有意思哦？袂生，安尼代表这份家谱就到这。创世纪11章31节，安尼写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他拉带伊的囝阿必兰甲孙罗德，就是哈兰的囝，以及伊的新妇撒来，就是阿必兰的某，
做伙离去巴比伦的5年城，要去迦南地，因到赫兰就住伫遐。原文是加勒底的5年。加勒底人其实是苏美文化发源的所在，随上后来较近代就叫做巴比伦，伊是巴比伦人的祖先，所以后来新的译本就啦直接翻译做巴比伦，因为这个巴比伦可能咱较熟。咱爱知影，当时巴比伦的5年，这个所在的文明，互现代考古学家来学了，甚至认为伊未比中古世纪的任何一个城市搁较歹，因为5年这个所在位伫美索不达米亚通往爱琴海的水道边，迄个河水边，所以当时的5年，搁若亲像今仔日的香港、伦敦加纽约，因为伫迄个真要紧的港口，后来就发展做全世界上要紧的城市，所以5年文化，咱爱知影这是西元前、公元前4000年哦。5年文化是安尼哦，所以伫创世纪11章描写人烧砖来起塔，可能就是基伫5年所起的这个金字形神塔。约书亚记第24章第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约书亚对所有的人民讲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古早恁的祖先他拉就是阿伯拉罕甲拿赫的老爸，住伫幼发立底河迄边，服侍别个神明。咱若照约书亚的话，就知阿伯兰的老爸他拉侍奉别个神明，那安尼是倒一位？倒一身神啊！根据苏美文化的宇宙论，月娘控制这个你要做田的迄个周期，所以塔拉伫希伯来文内底读音，佮甲月娘真类似。上时不管是5年，也是因后来散去的赫兰。拢是敬拜月神的要紧的所在。古早，咱爱知影这叫做公元前4000年，距离咱这已经差不多要5000年到6000年。所以，神啊教咧要因原底拜的，就是月娘。因原底阿伯拉罕甲伊的老爸所拜原底是月娘。伫古早近东社会内底，宗教侵入伫人的生活甲社会的每一个层次，人会拜迄个天顶的日头，嘛会拜月娘，嘛会拜星，所以咱爱知影今仔日迄个真侪叫做星象家吼，迄个帮人算命的吼。迄个嘛是因为看这个星来呢，所以上时当时的人嘛会拜遐个代表无共神明的动物，亲像拜一只公牛，因为公牛的神代表叫做马杜卡，因为安尼，塔拉甲阿伯兰是住伫当时文明世界内底。上厉害、上欢迎的城市内底，因虽然敬拜偶像，总是因是过当时的人看起来是术士，上时是定居农耕的生活。
阿伯人原文的意思叫做尊贵的老爸，总是杀来无法度来生育，表示即时伊也未达成伊的老爸来号名迄时的期待。总是就伫这个时阵，咱听到上帝的这个呼召。创世记12章第1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亚伯兰讲：“你着离开本地本族，恁老爸的家，去我要指示你话地。”咱来知影，这个翻译做离开这字，原文只是一字尔，叫做去。去，你着去。去甲离开无啥共款吧？吼，是离开无毋对啦，吼。总是去甲离开无啥共款，离开就表示我甲遐有关系啊。总是去，你着去，所以原文是你着去，去啊，总是离开啊，确实是离开。所以对上帝，那讲话了后，上帝声伫这个所在，搁一遍来出现。创世纪第11章第1节到第9节，咱顶礼拜所读的经节，是上帝为着要减慢罪的扩展甲影响来变乱口音。总是伫这个所在，是上帝主动来呼召。上帝吩咐亚伯兰爱去，就是爱伊放弃陪老爸的安稳甲责任，放弃赫然的产业，甲伊原本敬拜的神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第一遍主动来呼召创造咱这个世界，总是伊第二遍主动的呼召，是年老的亚伯兰甲未生的撒来。咱读到尾后，咱就知影，即摆亚伯兰几岁啊？所以年老啊，不管是古早还是现在，拢看年老啊。透过这个呼召，伊要提醒咱，当咱经验到灵薄失去生命力，当咱经验到拒绝顺服无望的时，亲爱兄弟姊妹。有可能，迄就是上帝爱咱选择离开的时，爱咱去的时。因为伊爱咱去到一个有未来、有上帝应允的所在。创世纪12章第2节到第3节 A 段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你。互你的名受敬重，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这大概是近代基督教会、基督教界内底真流行的5重祝福的原型，就是7重祝福的原型。5个上帝用我。这个第一人称表达的祝福，伊讲伊要祝福你若愿意去的亚伯兰。上帝讲，你若愿意，你去，那安尼，伊未来领子的，毋是出对家己，是完全爱倚靠迄位赐好物互人的上主。伊完全的稳定。伫希伯来文内底，祝福是啥物货？祝福叫做人得到上帝的稳定、保护甲眷顾。咒诅是祝福的倒变。所以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原文叫做人用言语攻击你，上帝会提掉。对迄人的保护甲稳定，听有意思吼？其实原文无咒诅这字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每一个人
对创世纪来看，每一个人上帝拢有保护甲稳定，每一个人哦，总是你若互相攻击，恐惊上帝就会摕掉，就亲像咱拄过去的大选共款，你若互相攻击，可能上帝就会摕掉对伊的保护甲稳定。对咱这个相信家己会当控制一切的社会、甲世界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奇怪的呼召。因为咱是活伫一个只有相信家己，无相信其他代志的世界啊。因为安尼，这嘛咧对咱做一个挑战。咱有法度活伫一个完全倚靠上帝稳定的世界内底吗？这个挑战咱每一个人。伫遐，上帝应允，伊要使听这个顺服这个命令的亚伯兰土地甲户的。咱也知影，伫巴别人自执起造，想要起造建立家己的名，总是伫遮，上帝亚伯兰也无讲伊要爱伊的名偌好啊，对吧？总是上帝却应允讲，你的名要得着大。咱也知影，伫古早的世界内底，神甲人徛起的所在，甲族群有关系。所以，当上帝要求亚伯兰离开伊的本地、本族甲老爸家，就是爱伊离开伊倚靠、互伊生活的土地，离开伊所敬拜的神，也就是弃杀过去所累积的名声。总是上帝应允伊讲：你若跟对我，要得到更较大的名声。伫当时，家神是世代相传，做囝儿的本分就是奉养老爸，直到带伊好好埋葬，然后继承伊的产业甲地位。所以继承的不只是产业尔，是老爸地位哦，社会地位。所以，上帝是爱亚伯兰将这个拢弃杀，然后上帝要赐的，赐予伊的是予伊受祝福，得到安全、繁荣，甲得到名声。然后伫这个应允祝福内底，有一个真特别的祝福。上帝是安尼讲，讲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：你爱真做祝福，听有意思哦？你要互人得到，毋是哦，毋是。原文的意思是：你要真做祝福。要刷落去，你要真做祝福。所以上帝赐福，赐这个真好的福气，互亚伯兰的目的，是爱伊真做祝福别人的管道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伫这所有的祝福的上尾，亲像咱等下要颁这个任命书，互咱的执事的时，上尾的签名，上帝搁伫遐加上一句，叫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，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要使亚伯兰这个无互的失去性命力的人，爱为着别人的需要来活。伊要对伊讲，未来你要得到福气，得到安全，有这个产业甲名声，毋是为着你的好，是为着你要真做祝福，要祝福别人所爱互你的。所以，加拉太书第三章第8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
圣经事先就知，上帝会互外邦人对神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所以有将这个好消息先传互亚伯拉罕，讲地上万民会因为你得到祝福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保罗认为，这句话就是上帝所赐予这个世间。当时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话，就是上帝先来到这个世间的福音，这叫做福音。所以后来咱才会伫今仔日的启示文内底读到第二遍的福音。迄个福音，其实咱今仔启示文是以赛亚书40章，迄个福音是对什么人讲的？是对，就亲像耶稣伫安息日的会堂拄到一个病18年的妇人来医好，却拄到会堂的主管质疑。耶稣是安尼讲，《路加福音》第13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这个妇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已经受撒旦束缚18年久，伫安息日甲伊偷放。兼唔应该嘛？后来耶稣搁甲撒该来三拄着，主耶稣上尾称这位互众人看袂起的人，讲路加福音19章第9节安尼讲来，因为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主耶稣用安尼不断提醒咱，什么话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？什么人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？就是遐个知影家己不配，遐个病魔都得到医治，互这个社会看轻，失去生命力、失去五望的人。当因愿意亲像亚伯兰，上帝讲就去；当伊愿意用因的身躯甲性命相信。那安尼，因就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咱要传的福音啦。咱要传的福音叫做咱奉呼召爱去，毋是离开鸟吼，爱去，去就真做祝福。然后。咱爱伫咱所伫地所在，祝福咱所伫地所在。所以这才是我每一遍礼拜一开始爱咱去学习的。换一个位去甲人握手，主动甲人招呼，主动互人祝福。因为当咱去的时，咱就会真做祝福。这就叫做圣经咧对咱讲的。创世纪12章第4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这就亲像亚伯兰，做伙来读来。亚伯兰照上主的吩咐就出去，路得嘛甲伊去。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75岁，75岁不管安怎算拢老人啊。所以年老的亚伯兰因为神来出发，但不管活到各倒一个阶段的你，若愿意亲像亚伯兰，拢会当勇敢展开这条信心的路。就是一时失去五望，失去生命力，总是咱若愿意听见冒险启程，咱就会成做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未来咱就通成做上帝祝福的管道。去，伫咱所伫的所在，不只是咱伫这个所在的这几分钟尔，是出去了，咱就会当成做上帝要祝福咱所伫的迄个所在的人的管道。创世纪12章第5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，甲伊的侄仔罗得出发。佮带因伫哈兰所接触的财物，得到的仆人女婢
要去迦南地，因来到迦南地。咱来知影，对赫兰行到迦南地大概约800公里，照当时正常人会行一天上最行30公里，爱1个月，因可能超过，因为迄个路毋是直的，迄个弯弯翘翘是古早路。创世记22章第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亚伯兰继续行，来到示剑的摩利上树遐。迄时，迦南人住伫迄个地。示剑今仔日称作巴特尔，伫耶路撒冷以北差不多56公里的所在。然后示剑其实是两座山的隔所在，听有意思吼？这边叫做基利心山，这边叫做以巴路山隔所在。咱来知影这种所在是迄个战争要紧的所在。听古早哦，这是我拢讲古早吼，歹势拢讲古早代吼。这种所在拢是古早战争要紧冲突的所在。因为低所在，所以真矮。上时也是古早时阵贸易的中心，搁较是神圣的地。咱来知影叫做摩利上树，应该是当时生了真悬大、真茂盛、出名的地标。然后古早时的这种树。这就亲像台湾树若生做悬大奇怪，就会有真奇怪的传说，就会互人看做是圣树，甚至有人拿迄个树头就把迄个红带就来拜树头神、树神。这摩利上树可能就是当时这个圣树，听有意思吼？总是伫示剑摩利上树的这个所在，阁有另外一件神圣的事件发生，就是记载伫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节内底。做伙来读第7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对亚伯兰显现讲：我要将这个地赏赐你的后代。伊就伫遐为着对伊显现的上主。起一座祭坛，圣经详细咧对咱讲，这个所在神圣，是因为上主显现，上主现身指明，要使这个地互亚伯兰的后裔。创世记22章第8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伊搁对遐刷到别特利东边的山区大布坪，伫遐为着上主起一座坛，求叫上主的名。迄个所在西边是别特利，东边是爱。别特利原文的意思叫做神明的家，然后当时应该叫做罗斯，后来才改做别特利。创世纪28章遐就有记载。考古学家的遗迹显示，伫青铜时代，就是公元前4000年开始，这个所在就有人伫遐活动。然后亚伯兰来到这个所在起坛，上时阁求叫上帝的名，这就是伊决定要转往上帝的时。听有意思吼？当人亚伯兰原底甲伊的老爸是敬拜别个神嘛，总是上帝声叫伊讲，你着去对无？伊半信半疑就去啊。直到这个时阵，伊才决定伊的性命要专心倚靠上帝。马丁路德根据这段经节，就是这则经节，来诠释讲，咱的心所恋慕甲倚靠的，其实
就是咱的上帝。所以咱咧求叫上帝，上帝祈祷祈求的时，这就是咱咧倚靠上帝的时。创世记22章第9节，咱读到上尾节，来做伙来读来。亚伯兰。原文其实只有尼结夫尔，不过尼结夫的意思叫做南平，所以尼结夫是地名啦，总是尼结夫的意思叫做南平，原文的意思叫做南平，所以伊若即个两个意思就放做伙，咱读着就知影。亚伯兰南来迁徙，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对咱讲。就是亲像亚伯兰，伊受呼召启程，总是伊犹原需要时时求救，伊是犹原需要时时来求问上帝，才会当了解上帝的心意。伫这个所在，其实人对神、上帝的认捌开始变做无共款，因为过去的人。对神的想法是一个神会伫一个所在，伫迄个阮老爸所敬拜的所在，然后离开迄个所在就甲我无关系。总是亚伯兰受呼召，伊慢慢对伊所敬拜的上帝迄个认捌无啥共款。这位上帝超越地域甲时间。伊毋是只有解决某一寡问题的上帝尔，伊是呼召咱，要甲咱伫迄个路人拄着，要甲咱产生关系的上帝。就亲像亚伯兰，上帝有时爱咱去放下，通去拄着上帝对咱性命的要求。1780年，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圣徒 Ricketts， 伊伫伊的社会环境内底，看到当时宋乡甲无知，拄啊，互迄世代英国的囡仔拄着残害，伊因为安尼时常坐袂牢。伫这个世界，当时的世界。掠做，这个囡仔只有利用价值的时，伊却安尼讲：推动这个世界正的是囡仔的双脚。所以当时的英国拄好是工业革命，这个企业家只有看到钱、趁钱，所以因就去召集这个宋乡的囡仔。只要会当来做事，就来工厂，来环境恶劣的工厂做工。只有伫礼拜日，当时这个囡仔、宋乡的囡仔才免做工。所以瑞克斯伊就决定要去，伊要展开上帝放伫伊心内底的愿景。伊开始为着这个儿童。伫主日开办免费的学校，教这个囡仔读册、写字、学习认捌上帝。对安尼，就开始了教会咧开设主日学的运动。所以对迄时开始，无到50天，英国当时每一礼拜日教会中的主日学学生。有150万名，然后有6万的志工老师，逐礼拜就伫教会内底来做免费的教学这项代志。所以这项代志影响，所以直到今仔日，咱就爱知影 Sunday School 主日学、主日的这个教学，毋是。专属教会内底的囡仔，有哪无的活动尔？伊也是世界上到现在
上成功的志工教育运动。这个运动后来也影响后来咱这个世界，咱唔通抓做义务教育这样代志是空空来。义务教育就是对主日学的教育的精神开始的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提供予下世代的囡仔这个教育，后来一开始是教会，后来才转变成做政府的责任。曼加尔瓦蒂这位印度籍的圣经学者安尼讲，伊讲几百年来，世界各地运用科技发明产品，真多物件背后是天主教的修士。因为天主教的修士因认真读圣经，因将工作甲做苦工分开，因认为工作爱学上帝的创造，然后做苦工是因为罪的咒诅来。因认为宣扬耶稣救赎世间人的工作，应该就包括发明，免得众人为着要食饭，添甲汗流满面。所以，咱现在所看到的风车、钟、手表、甲目镜，拢天主教的修士发明的。所以，咱若每一遍戴目镜的时阵，爱会记住，迄个天主教修士发明的当时，毋忘的是啥？会当看清楚上帝的话。然后看到钟，咱爱会记住；还是看到手表，咱都爱会记住。天主教的修士当时是要爱发明钟，提醒家己定时祈祷。咱这个世界真侪创造，其实是对天主教的修士来的，因为因知，这拢是上帝的恩典。亲爱兄弟姊妹，阿伯兰已经行到迦南地，就是上帝应允，亲嘴应允要赐予伊的这个土地，要赐予伊的后裔。总是阿伯兰明白，这毋是伊上尾的目的地，所以伊一再启程，伊成做历史上到现在可能也是上出名的流浪汉甲寄卡的。咱会知影，伫当时遮尔多的文献内底，无一个国家承认寄卡的人。只有伫摩西的律法内底明定，爱保护寄卡的人。所以阿伯兰离开，行伫路上，伊知影这才是一条拄着上帝的路。总是检测伊毋知影，伊勇敢启程的这条路内底，改变家己甲真侪人的性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嘛要邀请你做伙启程，来到这条拄着上帝的路上，做伙来祈祷。主帮助阮，互阮愿意启程来拄着你，就亲像你过去呼召你的罗卜阿伯兰，当你嘛要呼召阮。你要呼召阮，呼叫阮，互阮来知，只有去才会当成做你的祝福。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求主将你的话刻在的关心，
这时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吟唱圣诗第440首，然后将第1节的受祭礼改做就任礼。上时伫吟第4节的时阵，我要邀请陈怡兴姊妹来到台前。第4节的时阵吼，这时请咱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当信主，借主显惠，愿大美也就心内，有主显心大灵在，何万显心来见外，愿主想属于。因前世明白真理，愿心头得听命令，高古高一团福音，心尊你并行公义，感慨心。更宽的你，何边无有最深心，惊关是最深的，向庇护给来顺后，心感激。万罪落魄，用梦兮给恶基督，给你的就兄弟讲。会众请坐。这时。唐教会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，要设立陈怡兴做教会执事。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，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，因专心服侍上帝话甲圣礼典。所以这时我要请陈怡兴姊妹来应答。我伫遮所要问的，你担要领受这事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？你愿意做堂教会这事，就爱忠诚尽职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，利益伊的教会。你约要安尼行也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。既然关系教会事务，就倚靠伊来说法。你约要安尼行也无？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？这是我要邀请会众来会友来誓约，所以要请咱的会友起立，这是来誓约。恁已经经陈怡兴来做恁的职事。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也无？伊替恁办理教会事，恁着敬重伊、疼痛伊、替伊祈祷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特殊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，毋通四界报扬，致到妨害教会大局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互阮伫众人中选出你的女婢陈怡兴执事。主，求你甲伊做伙伫地，
赐伊智慧甲气力，帮助伊，互伊伫家庭、伫工作、伫性命、伫教会，拢通成做上帝美好的见证。主，阮相信你拣调伊、呼召伊，有你特别的旨意。求上帝就甲你的罗卜说回之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宣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的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做桃园东会的职事，线通知正会有知。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的，当你受设立做职事，协助牧师甲长老，就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，互上帝名得到荣光。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，请会友来坐，请坐。这时我要请咱的小会员甲咱的长老来握手接力。咱拍鼓仔来。咱就像李老师伫每一礼拜日用伊美好的歌声，李老师是声乐老师吼，所以用伊美好的歌声来帮助咱做伙组织，愿上帝帮咱夫妻也祝福，互李老师伫咱中间成就上帝美好的工作。咱搁一遍拍鼓仔来祝福。这是咱的奉献。会众请起立，念奉献的诗。咱做伙祈祷，主耶稣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搁一摆伫圣殿敬拜学罗你。主啊，阮嘛知，无论啥物人诚做台湾的领导者，掌权的是主。今仔日众兄弟姊妹奉献淡薄，为着主的事工使用，求主你引带带领保守。
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妹。下面我来报告，离报告大声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我读一遍，煞接做伙来读两遍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，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创世纪12章第29、第3节，请。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创世纪12章29、3节，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受敬重。你嘛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创世纪12章2到3节。咱做伙来看第一页，本州甲后洲侍奉的人员，咱请家己来看。周间自会甲主日学的自会教育部的课程，咱请家己来看。第二页，小组自会表甲1月7的奉献明细，咱请家己来看。若有明细有毋对的，请向办公室来接触。第3页，消息报告，本主日第补就任式执事陈义亨。第2，1月份的定期中执会，伫第2场礼拜结束后来召开，请中执出席参会。中执会后煞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出席参会。另外，阁一条补充报告。中昼12点半，妇女团契伫705的教室来聚会，所做 DIY。下主日1月2日，教育部会伫中昼12点半伫701来召开，请部员出席参会。教会消息：得胜者合唱助攻的招募伫1月21日。中昼12点15分，伫9楼合班教室来举行。第2，2024合会手册的资料内容有2024年度的组织、2023年活动的施工报告、2024年度计划，请各部会、各团契完成了后，交来这个办公室。其他消息。合作社社员大会伫1月21日下晡1点4楼的礼拜堂来举行，请社员踊跃出席，还阁有备纪念品。大道事项咱请家己来看，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我来先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。对休斯顿。对美国的休斯顿运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转来到咱遮投票的柯基den兄弟甲吴如敏姊妹，请因徛起来，互咱来熟悉吼。平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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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欢迎每一遍转来到台湾，拢有机会来到堂教会因为上帝的家伫倒位，拢有上帝的祝福。伫地，欢迎，请坐，请坐，就住伫即个旧山遮，我相信上帝
祝福临在，也愿咱不管是伫倒位，拢有上帝特别的怜悯甲祝福。就是等于到美国，求上帝也赏赐怜悯，因为咱拢要诚做上帝的祝福，所以爱记一牢吼，咱每一个人拢爱诚做上帝的祝福。伫遮我要搁一遍来提醒咱大家，咱做基督徒其实爱过三位一体的生活。三位一体叫做参加一礼拜内底参加一场礼拜，一个服侍，搁啥？一个团契也是小组，所以咱爱学习甲别人分享。所以一个团契甲小组，所以一礼拜内底咱爱过遮个生活，互咱的性命更较丰富，提醒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祝福。上尾爱提醒咱大家，甘心乐意的奉献是基督徒应该爱的，所以要邀请咱大家定期来奉献吼，定期奉献来，这个你讲这边。菊花这后壁，因来做侪遍啊，真歹势吼。安尼表示永伯啊，爱更较熟悉咱的会友。等下我要请永伯啊吼，你有关心你看到因，你感觉因真青春，所以你感觉因第一遍来吼，等下请你去啦熟悉一下吼。秋明的同事啦，秋明高中的同学。秋明高中同学。高中同学。真歹势，我叫袂出你的名，出歹势吼不要紧，你要跟大家介绍秋明介绍一下。好。是我的国中同学跟现在的同事，他叫黄巧。黄姐妹，欢迎你，欢迎，请坐。愿上帝帮咱夫妻，互咱不管去倒位，拢得到上帝的团契甲祝福。祝福蔡肯的歌第圣诗第395首。愿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会众请起立。至圣天父，愿感谢你，受灵传，甲你所记，心内罪恶，伫你面前，对主无悔。大地世界，我你所要，我妙经你，一关心来，更好轨迹，献出的爱，最后。
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祝歌。电乐必倒。平安礼，请向你头前后壁啊！愿主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